大家好，我係最怡 Venus 啊！盲盒玩得多啦，酒店盲盒你哋有冇玩過呢？我哋今日嚟個酒店盲盒開箱。Hi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新李，繼續阻住大家睇靚女嘅時間啦，先喺度請大家多多指教。又喺度見到我，就即係話呢一度係一間唔近任何車站、地鐵站嘅度假式酒店。嗱，大家有冇發現點解一開始嘅開場白係話盲盒開箱呢？因為今次我 book 呢間房咧，真係採取一個新嘅開盲盒制度。喺我 book 呢間房嘅時候呢，佢係寫住隨機房間嘅，冇錯啦。所以我哋今次係真真正正嘅酒店盲盒開箱。咁對於呢一間度假式酒店呢，其實我亦都係非常之咁滿意，亦都係我一個好特別嘅體驗。首先第一件事，我今次住嘅呢間房呢係低層房間，而佢嘅特別之處呢，就係我從冇試過住過一間酒店房呢係咁接近 lobby 大堂。我一打開道門，嗰個通道呢係可以直接望落佢個大 lobby 度嘅。咁第二件事呢，就係呢一度呢，每一間房幾乎都有一個望海嘅大露台，而佢嗰個露台呢，私隱度老實講唔算特別高，因為呢可以望到隔離左右嘅露台嘅。咁但係呢，上層嘅露台呢，就啱啱好設計到係望唔到落嚟嘅。呢度嘅定位亦都非常清晰明確，佢就係俾你入嚟住幾日放鬆幾日嘅度假式酒店，係我住過最完善設備嘅度假式酒店。首先呢一度絕對係一個打卡聖地，附近呢係連住黃金海岸商場啊，仲有遊艇會啊，甚至乎有一個咩越野單車徑啊，哇！真係〜我甚至乎嗰黃金商場嘅裝修咧，我行過一次係偏向古式少少嘅。大家如果係 model 影相啊，或者 cosplay 想揾景啊，呢一度的確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經由酒店 app 訂房，基本房間價錢大概為港幣700左右。酒店全層禁煙，上房需要拍卡。睇房時間，由於入住當日係盲盒開箱，開到嘅係雙床房間，所以今次入住嘅係連露台雙床房間。官方報基本房間面積為35平方米，空間感無懈可擊啊！酒店採用普通商務風格，驚喜嘅係單人床係比較大型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充電位，但只有一面有提供。電視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，可以直接投射手機畫面。浴室空間同樣充足，唔單止設有浴缸，仲另外有獨立花灑沐浴間。作為香港唯一一間真正嘅海濱度假酒店，呢度翻新保養做得非常好，完全冇舊酒店嘅 feel 啊！加上呢個酒店嘅度假定位明確，成個 area 更加係打卡位無數啊！想留港輕度度假嘅話，呢度確實係值得推薦㗎。By the way， 繼續講下呢間酒店嘅缺點啦。嗱，因為呢度係度假酒店嘅關係啦，咁其實佢嘅缺點咧，終究歸納都只係得一個嘅啫，就係地理位置。冇錯啦，永遠都係地理位置。的確呢一度唔係特別方便，出入唔係特別方便，甚至乎酒店車嘅班次咧都唔係特別多。但係受惠於佢附近非常完善嘅設施咧，連住黃金商場嘅關係，係唔係好缺飲食呢樣嘢㗎？甚至乎酒店下邊都有大量嘅自動販賣機，價錢咧仲要係唔係特別貴嘅，係接受範圍之內。咁所以就好神奇啦！佢個地理位置咧，你可以當係半個缺點。
接下落嚟咧就係觀眾成日問嘅兩個問題啦。首先網速，頭先咧網速已經 check 咗啦，就係80幾 Mbps，其實算係偏慢。如果你係想睇片或者輕度遊戲嘅話係 OK 嘅，如果係要工作或者係重度遊戲嘅話，我就唔太建議啦。接落嚟咧就係隔音，隔音咧我哋頭先拍片嘅過程入邊係冇聽到聲嘅，咁所以我覺得隔音應該算係唔錯嘅。咁希望以上嘅分享咧係可以幫到大家啦，拜拜。係啊，我明嘅。